如果要一個外國人用一道菜去形容香港，你估佢會整啲咩？我最近喺清邁食咗一間 fine dining 叫做 Friends Table，佢哋今季嘅 menu 叫做 Postcard from a Friend， 概念係兩位 chef 將自己去世界各地旅行嘅記憶重新變成一個9道菜嘅 tasting menu， 所以你食嘅唔單止係一道菜，某程度上係食緊佢哋對每一個地方嘅印象。而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 Osaka 同埋香港。Osaka 佢哋用咗雞白湯配鴨肉生煎包，去到香港嗰度就更加有趣，佢哋揀咗油炸鬼、鹹蛋黃魷魚，再加魚子醬。作為香港人食到呢一道，其實個感覺幾奇妙，因為平時我哋太熟悉自己生活嘅地方，反而唔會諗原來一個遊客去完香港之後，佢帶走嘅味覺記憶可能係呢啲。佢未必係你心目中最正宗嘅香港菜，但係正正因為唔係香港人整，先會令到你睇到其他人眼中嘅香港係點。我覺得呢個就係今餐最有趣嘅地方。如果你嚟清邁又想食一餐有故事，食完仲會令你諗翻起嘅 fine dining，Friends Table 我覺得值得一試。